带大家来关心花莲太鲁阁堰仔口的放山潭，引流了后，暂时已经顺利放掉去。加在是拢有平安，无造成灾情，警戒嘛已经正式解除。因为中华公路大八线天上到太鲁阁的管制，即马是逐天开放5个时段通行。 本来放起沙下当磅空，离到尾暗5点开放互车过。燕子口放山河，伫昨早起11点40分，百体规拢放开。林保署伫下昼4点20解除警戒。放山河跳单成功，施工的工程团队甲怪手摆规排，手行悬向立务区行礼致敬。天上到太鲁阁也恢复一天5个时段管制通行放车过。为了要加速引流的速度。 花莲太鲁阁燕子口放山河的百体边啊，怪手自2日开始进行，甲百体挖架工程。因过28下昼山顶落雨，水正窜流，互工程不规停来。本来早上要进去散步，后来因为上方岩盘掉落很严重有大块的岩盘掉下来所以先撤退2步留1步在安全的地方继续施作。到29中昼，因为顶楼也是伫咧落雨。 放山河的百体，和水一直冲入，慢慢规个放开，和立务区下楼水位规个压起来。林保署也赶紧发通报单加 CPS 警示，叫下楼的河道人员机构暂时撤离。堰塞湖的水位从早上10点半的水位，一直到11点半溃决，到12点10分，40分钟之内下降约18公尺。 目前我们持续观察监测当中，现场的施工人员都安全无虞。根据监测，下楼上大水流差不多是伫昨早起11点50，引文桥桥墩的水位升差不多2公尺悬。伫咧大水流过了后，立务区下楼并无发生灾情，放山河的水位也降到原本河道的水位，百体顺利拆掉。 林保署除了感谢宜兰甲花莲分署的协助，也特别向施工的营造公司致敬，运用上少的经费甲时间解除放山河的危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